那礼拜即将开始，那请大家预备心。那手机请大家先静音或关机。那首先我们会有一段祷告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愿我们能够安静的心，愿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在神的面前，来为大家念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74节到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不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因为我想我自己生活中的最大的危机，就是不管在工作上或是在平日做什么事情上，忽略了神的同在。我想就是生活中最大的危机。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回来，把肥牛震醒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了他宰了肥牛。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人生最伟大的事就是被主你拯救，并且活出给我们的命定。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同在主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有时候很常会像大儿子一样，忘记我们时时就跟那最美好给我们平安的神同在。我们常常被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不公平，眼前所看到不理解的事情所蒙蔽了我们的眼。我们常常很容易抱怨，我们常常很容易为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生气，许许多多的事觉得不公平。愿我们这个时间来到神面前，我们就将一切的事情交托在主你手中，并且知道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所赐给我们是最好的。愿我们能够在主你面前悔改认罪。圣灵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光照我们。父啊，孩儿常常会觉得礼拜天为什么不能睡到自然醒？为什么要这么早的起来？
主啊，求你赦免孩儿的罪。主啊，孩儿常常失去了渴望你的心。父啊，孩儿常常也像大儿子一样，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公平。我也每个礼拜也都有来教会，我也常常的与主同在，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哇，求你原谅孩儿，孩的眼睛没有定睛在能够与主你同行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哇，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享受与主你连结的喜乐，与主连结的平安。主啊，愿我们今天的安息日能够真的在主里面得着安息，得着释放，得着力量。主啊，谢谢你，愿主你赐福于所有的弟兄姐妹。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提摩太后书1章6到8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而被求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现在请大家一同低头，为着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我们自己呢也能够信靠主、依靠主，并且持续有坚强的心，一起为教会做工，然后能够延续福音，并且在社区、社会上播下福音的种子，并且扎根，让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世界上能够持续。那请大家一同低头默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开口齐声的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坚定的心和勇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按主给我们的能力与恩赐，能够为主你服侍，为福音尽一份自己的心力。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谨守你的话语，并且持续有火热的心，能够在这样复杂的社会中，能够维持着敬畏神你的心，并且尽全力延续我们的信仰而努力。我们这样切切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接着我们想为着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各样纷争或者是战争，或许我们对于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比较熟悉，但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有各种大小的纷争，或者是各种大小的恩怨在。那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或者是所不知道但你仍然为他代求，我们为着整个世界的和平还有平安
来向神来祈求祷告。我们可以一同同声的来为着世界祷告。亲爱的神，你是那掌管全地的神，神，你是那蛮有能力的神，你掌管这地，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你没有要遗弃任何一个人。主，我们将在世界各个角落当中，仍然在痛苦当中，仍然在纷争当中，仍然在战争，仍然在各样嫉妒当中的人们，主，我们为着他们的心向你代求，主，求你在他们的心当中能够赐下平安，也有从你而来的爱在当中教导他们如何彼此相爱，如何爱人如己，如何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主你的爱中一同成长。主，求你也保守每一位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主，求你的福音能够遍地在这地当中，能够让那还没听过你福音的人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认识你的爱，能够来认识你的平安是多么让人安心。主，我们将每一位未得之名都摆上，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主你都认识，都看顾。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特别看顾保守。小孩将感谢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起立，那如果觉得累或者是想休息的话，也可以坐一下，没关系。那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来呀，我们要屈膝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如众水涌流，用火提出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如众水涌流，用火提出你在这里。
掌声，所有的荣耀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持续用我们的诗歌一同来敬拜。我们要学习，就是今天的课题，也是今天的主题：如何学习成为一个门徒，如何顺服神，如何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能够完全的遵从，能够舍己，付上代价，与他同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一起学习，也向神来祷告祈求。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无论何处，到哪里的中心，是生活中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要
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阿们，大家请坐。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神的话语，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8节。那由我来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接下来我们请素兰姐妹为我们讲道，她的主题是学做主门徒。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学做主的门徒。好，第一个问题问大家，谁是门徒呢？这样子，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给大家5秒钟想一想。你首先想到的是这12个人吗？就是那个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或者你想到的是上礼拜牧师在这边讲到有分享到的那70个人，就是耶稣差派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的那70个人，或者你想到的是现在正在参加某个叫门徒训练旅程的那几个人，他们才是门徒这样子。这个问题，谁是门徒？好，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看你看到门徒吗？你没有看到？看到了。谁是门徒呢？你就是门徒。圣经里面门徒这个字是指学习者或者学生，就是跟随者的意思。所以主的门徒就是那些主的学生跟他的跟随者。在圣经里面，门徒这个字曾经出现过262次，最常是出现在福音书跟那个使徒行传。然后在福音书里面门徒比较多是用来形容那12，的确是那12位跟随耶稣的那些的门徒。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他的跟随者就被称为是门徒。到了11章是这样说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所以门徒就在这时候是指教会的那些新的成员，就是这个字几乎
是等于基督徒了这样子。所以你是主的门徒吗？学做主的门徒，就是要从耶稣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可以像耶稣。我们刚才谢谢新颖帮我们读的经文是耶稣第一次去预言他自己要受苦跟受难的一个内容。然后圣经在这边同时记载的是他的门徒的那个回应。耶稣就因着这样的一个门徒的回应，然后他就马上做出一个教导，是他教导他的跟随者，如果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是要付上怎么样的一个代价。要学习做主的门徒，第一点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这里刚才21节这边有一个经文，有一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短语是从此，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的开始，就是从这里开始，耶稣开始转换他讲论的那个内容。在前面他主要是讲到那个天国的一个事情，然后现在他要转到讲他将要遭遇的事，并且他提醒他的跟随者，就是门徒们，你们要认真的计算做门徒的一个代价。在耶稣预告他将要受苦跟受难的时候，彼得又是第一个冲出来去回应他的话的那个人。但彼得在这边的回应就显出他对耶稣那个使命的一种无知，所以耶稣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我们先看彼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在这段经文前面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15到18节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是向耶稣表达他的任性，并且是得到耶稣给予他的那个肯定，因为耶稣说这不是他凭着血气可以去说出来的，而是从天上的父给他这样的一个指示，他可以说出来。并且耶稣是这样去夸奖他，说你是有福的，而且你是磐石，教会是要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相信你听完这段记述，你是会对彼得好像要刮目相看。哇，彼得好棒耶，他能这样回应耶稣这样子。然而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你就突然发现彼得怎么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样子。彼得在这边，当他听到耶稣对门徒说他要受苦受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的反应是拉着跟劝他，劝是有责备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动作。彼得说，主啊，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为何彼得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不是刚刚是很有信心的去认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他不是很有那个属灵的洞见吗？为什么他在这边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可能就是他不愿意这个苦难临到他所爱的他的师傅的身上，他不愿意看到耶稣受苦。这样的反应正常吗？正常，对，很正常。一般人都其实不愿意自己受苦，也不愿意看到他所爱的人去受苦。但耶稣在这边他是怎么样去回应那个彼得呢？他是责备彼得的反应，他说这是撒旦的工作。耶稣这样的一个斥责，好像是在将彼得看为是撒旦的工具。他为撒旦去执行任务了这样子。所以耶稣是指斥彼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成为履行上帝心意的一个绊脚石。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控。耶稣清楚地向彼得和他的门徒去表明，他的受苦是势在必行，一定要进行的。任何拦阻他的那些人，他都是成为上帝心意、上帝旨意的一个绊脚石。
我们看到，当彼得刚才他认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称他是有福的，他是磐石。但现在刚才我们看到，当他拦阻耶稣要行出神的旨意的时候，耶稣称他是撒旦的工具，是绊脚石。这两者是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这边有用到一个字是体贴神的心意。体贴呢，这个字是有关心或者关注的意思。我们是更关心关注神和神的想法，还是更关心关注人和人的想法呢？回想那年我要决定我要不要洗礼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是在他当时在一个癌症的治疗的当中，然后那时候我跟父母说我要洗礼，但是他们很反对，然后那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跟家人产生这样大的一个冲突的一个时间，然后后来我就心里就想我觉得要不然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再让我的父亲在他治病的过程里面加重他的那个心理的负担，也不要再惹他的气了吧，这样子。我就想，我就先不要今年去受洗，然后我换明年或者以后我再受洗，也不会影响我的得救这样子。就在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位长执，他就给了我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是这样说的：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考验来了，我是要体贴人的心意，还是体贴神的心意呢？就那时候，就因为这段的经文成为我的一个提醒，我就改变了我那个想法。好了，我就要体贴神的心意，我就在那年决定要受洗了。弟兄姐妹，你愿意体贴神的心意吗？像这样的一个选择，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比如说，就像我们当父母的，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明明知道儿女可能有些行为是上帝他所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就很怕会如果讲出来会伤害了我们的亲子关系，然后我们就会不做那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管教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关注人过于关注神。或者另外一种状况，可能是当你的朋友或者你挚爱的家人，他有一天跟你说，我要全时间去服侍神，我要放弃我现在这个薪优福利好的一个工作，我要去教会服侍，我要去海外宣教，你是怎么样去回应他呢？你会说好，我支持你，还是你有点像彼得刚才那个回应说，你还是不要先去嘛，你还要再想清楚啦，那会很辛苦，你不要去啦，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所关注的是人的想法，是自己的想法，还是上帝的心意要不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去成就呢？当彼得他拦阻耶稣的时候，就是当门徒犯错的时候，耶稣马上就给他一个教导。耶稣这边的回应好像是针对着彼得的那种不愿意看到他所爱的人去受苦，或者他觉得门徒还没有预备好他们将要受苦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就是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注意，耶稣不是说无论你是否愿意，你都必须这样做，他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这边好像是在说我不强迫任何人，
我不勉强任何人，而是让每个人他自己可以做一个决定。如果你真的是决定要跟随耶稣的话，你就要做以下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边有2个动词是舍己跟背起，这2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过去的主动命令的一个动词，它是表达在过去一次就完成的一个动作。然后后面有另外一个动作是来跟从我，是一个现在时态的一个命令的动词，它表达的是可能是在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然后仍然持续一直进行当中的一个动作。所以这边是强调的是门徒是要天天持续跟随耶稣。如果有人要说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他舍己背起十字架。在这个决定以后呢，他要天天持续不断的跟随耶稣。舍己的字有拒绝或者否定的意思那个意思，跟彼得在后面他3次不认主的那个否定是同一个字，那个己就是自己。舍己是放下你自己所抓住的一些东西，然后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这个在罗马那个时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被判他要判死刑的一个人他要背起自己的那个十字架的一个衡量往那个刑场去被钉十字架这样子。所以这句话可能对我们听起来，我们感觉好像是也跟我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子。但当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就很明显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他们要放下自己，他们准备随时要可能舍去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要预备受苦，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去牺牲他们的生命一样。所以事实上圣经里面的那个历史，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他们几乎都是被逼迫或者钉在十字架上牺牲的。今天我们可能不是要为主做这样的一个牺牲，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那种集权的一个社会里面，就是说那种地方，就是当你说你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要牺牲你的生命。我们不是在那样的国家里面，但确实在现代今天，有人是因着他是相信耶稣，他就要失去生命。在一个敞开的门这个机构，它是整理了全球受逼迫的基督徒的那些的资料，现在是有超过3.6亿的基督徒，是3.6亿的基督徒，他们是因着信仰而遭到高度的那个逼迫和歧视像大家这边看到那个最新的一个消息是来自印度的，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有60名的基督徒他遭到杀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是流离失所没有了家园。所以你在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就要选择舍己和背十字架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相对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一个社会，我们所面对的跟他们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价值的一个征战，就是说我们是在一场世界的价值观和基督的价值观的一个征战的里面。我们的社会是怎么呢？我们社会是讲求人本主义，就是我们强调要以人为中心，要按着自己的本性去生存，这是世界给我们的那个价值但耶稣他对他的跟随者他的门徒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要为基督舍己。最近在一个社交的平台上，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要加我好友。
我平常一看到我不认识，我就会删掉他这样子。然后那天，我就好奇，就看到他的个人的一个简介，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一下，他是这样写的，他这样写，他写说，你要记住，你不是为别人而活，你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他的世界观。但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活出跟世界不一样的那个世界观，那个价值观。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你不是为自己而活，你是为耶稣而活。如果一个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人，他走进来教会，你猜他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他可能就是会回应说：怎么没有人招呼我呢？怎么没有人关心我呢？讲道怎么没有喂养到我呢？牧者怎么不来关心我呢？团契的契友怎么这么不了解我呢？大家有发现吗？都是我，以我为中心。但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是我们要舍己，要放下自己。我们不是要以自己的需要为优先，而是以神的心意为优先。当我们这样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学习爱神跟爱人。或者现在在上班族里面，我不知道可能流行的一个讲法，以前我们都讲是躺平嘛，那个躺平是在家里躺平，现在那个讲法是在职躺平，就是在你工作的地方去躺平。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职场的一个工作的态度，就是员工呢，他只做分内最基本最少的工作，然后不愿求表善，去争出头这样子，认为这样才比较能够找到生活跟工作的一个平衡，是对身心健康都有益处的。这是一个明显是一个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表现。工作跟那个生活平衡是好事，真的，的确是有这样的需要。但然而，如果我们都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工作的时候，可能你发展出来的是一种不负责任，或者被动，或者你遇到工作你都会推掉它，有一个推工作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气氛。然后这样的一个如果你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就跟耶稣对我们的那个教导，我们要为别人多走一里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去选择呢？耶稣接着就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的生命可能不单单是局限于你肉身的那个生命，而且它还包括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自己。所以耶稣这里的说法，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要救自己，你要保留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反而会怎么样？你反而会失去你的生命。但那些为耶稣上吊生命的，却要得着生命。这里是将世界跟生命形成了一个对比，就是人若要占得全世界，这是所有人的欲望，都想占得全世界。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因此丧失自己，失去生命。人的生命要比世界更重要，人不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在世界和耶稣之间做一个选择，只有选择跟从耶稣，为他失去世界的，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
耶稣的门徒们，你们要再一次做一个选择，是世界还是耶稣？是你自己还是舍己？是天天关注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还是关注神的心意，天天跟随耶稣？在最后这边，当人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天天跟随耶稣，人子就要他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耶稣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个人。人若他在今生为主舍去他的生命，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就要按人的行为去奖赏，去补偿每个人。耶稣带给人的不单单是他再来的那个盼望，并且他在这边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站在这里的就是站在耶稣面前的这些的门徒，站在这里的，当他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耶稣这句话是指着他后面他要登山变相的那个事件来说出来，因为其中他的门徒彼得跟西比泰的2个儿子是跟他一起登山，然后看到耶稣的在山上改变他的那个形象，所以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耶稣在登山变相的当中是显出了他的荣耀，同时他让人看到的是可以他们相信耶稣对他存着盼望期待耶稣将会再来，期待耶稣那个再来的一个荣耀。所以人子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耶稣让那些站在那里的人，他的门徒们看到神的荣耀的盼望，他们可以先尝神国降临的滋味。现在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做主的门徒吗？你愿意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吗？你也能看到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你也要看到神的荣耀的作为和全能彰显在你的身上。我们邀请一位年轻人去分享一下他的那个生命的一个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静慧。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静慧。好，那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站在这边跟大家做见证分享。好，那其实我每天都在讲课，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我们换算成10分钟的话，或者是秒数的话，其实每一天我们有1440分钟，或者是有86400秒。好，那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运用你自己的时间，好，或者是1周的时间、1年的时间。那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在大考或是在大考之前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好，因为我从毕业后实习，然后进到了教职这个行业，我大概每一天都在经历要考试的这个阶段，对不对？罗以晴，你应该很深刻。我最喜欢点那种就是正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同学。好，那对我来说，我的一天呢，我其实分得很清楚。我大概每天都是在准备课程、备课，因为我是一个老师，然后我会读书，我会写试题，然后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交通上面。对，我一天大概花3到4个小时在去上班跟再回家。
如果你是一个南部人的话，你就会说哇，3到4个小时我都可以来回嘉义跟高雄了。好，那但是对我来讲，我会把每一个时间切割得很清楚，而且我知道我每1分钟都要做什么。好，如果我知道我回家的话，我会很怠惰的话，我就不会下班后回家，我就会下班先去图书馆，或是下班先去咖啡厅，读完书，做完我一天的事情之后，我再回家，再吃晚餐，再睡觉。好，那这是我的作息，我这8年来都是照着这样子的作息来运用，然后星期天就来到教会，进行我的服事。那所以如果你要我再多做一点什么，或是再花一些其他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讲，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我会选择拒绝。就算在考季前就是要我玩乐，我都会觉得很就是不安心。好，所以时间对我这个正在要考试考上正职教师的我来说，是一个极为珍贵的东西。好，所以当我听到我们的团契要开门训的课程的时候，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门训到底要上多久的时间？就一堂课要上多久的时间？然后呢，它要为期多久？好，那当我知道说它要上2个小时，然后要上半年的时间的时候，我就不假思索的我就直接拒绝了，因为它会花上我很多的时间。我就会想说，如果我花这些时间来门训的话，我就没有时间读书了。我相信很多爸妈或是很多的学生经历考试的话，你都会这样想，就会想说啊，天哪，我今天没有读书了，我今天的进度会不会没有跟上？这样，那没想到在门训开始之前呢，我就跟素兰姐有了一次的对话。在这一次的对话中间，我表达了我的内心中间的挣扎，就是我其实很想要透过门训来认识我自己，也想要透过门训来了解亲近神。只是这个门训的上课时间真的太长了，而且它会卡到我要考试的这一段时间。好，那一直以来我也觉得我的时间管理应该算是不错。好，那我认为我星期天能够来到教会主日，然后能够来服侍，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是比起很多的考生，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了。好，我生怕再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门训上面呢，我就要把我的时间切割出来，好，就会没有跟上我原本的进度。但是谈话之后，或者在谈话之间，圣灵就提醒我，这个我自己觉得可以控制的这个时间，其实是要交托出来给上帝来管理。圣灵就亲自在我的身上动工，然后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就很欣然的接受了这一次的门训课程。然后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这个门训课程真的是有一点辛苦，就是他每天你要花1个小时来写作业这样子，然后呢1个礼拜你要来教会，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星期六，有时候是星期天，你要花2个小时来上这个课程。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些，我就想说，好，先答应再说这样。但是答应完之后，我就发现，怎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啊？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就要当一个就是我要做到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我还是就是每天花1个小时，把我原本要读书的时间，或是我要准备课程的时间，花1个小时来写门训的作业，这样子。好，那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门训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但是其实我每次的课程我没有 delay， 我没有写作业的时候，甚至是我原本准备课程或者是我原本在读书的时间，我还是心有余力，而且把时间的分配规划得很好。上帝让我没有因为要上门训，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胡言乱语，或者是就让他们自习，就是或是随便上一通，让那个时间过去。没有，上帝反而就让我更会运用时间，而且更有效率的把我原本要做的事情把它完成。甚至是在我考季，就是其实我这几个月都在北中南这样子一直考试。好，甚至在考季前，我原本是会很担心的，就是我这几年来我其实都很焦虑，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考上正式老师这件事情。好，他让我在今年的时候没有再因为我没有
花了这些时间在门训上，然后没有把我的进度补上的时候，会有在考试前会有焦虑或紧张，没有，它反而是我出乎意料之外，或是出人意外之外的平安在我的身上，并且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我记得我在考高雄凤新高中的第一次初试考试的时候，我爸妈每次啊，他们都很好笑，就是他们都会先问我说：“这次考试有几个人考试啊？”这样，然后我只要说：“这次可能比较少一点呐，90个人。”然后他就会说：“啊，90个人。”那你不要花那个钱大家知道上下就是台北高雄那个高铁啊，还有住宿费，一场考试可能就是几千块就不见。他说你不要考啊？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如果高雄不考，下一场考试在台东这样子，我还这样跟他们讲这样，然后我记得我在这一次考试的时候，我有一天，因为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准备我的术科，我在学校画完术科，我回家的时候，我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就是说这个考试是我很重视的，但是我不确定我到底会去哪里，但是上帝你掌权在当中，所以就在那一场考试的时候，我很平安的去了。然后我还做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当天我就把我要复试的资料款的都放在我的书包来的，我就去了高雄，然后我就把那个我要复试的资料，就还拜托我同学说，如果我初试不小心上的话，你要拜托你去帮我报名这样。然后他还想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就是90几个人只挑8个人要去复试，你怎么就先跟我这样子讲这样？然后我就说如果没有进复试你到时候再把那个资料寄还给我就好。结果没想到我就考进了复试，然后考进复试之后，我又开始担心了。8个人里面只要挑1个人进，就是才会考上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路上，因为我刚刚讲我花很长的时间在交通上面。我在回家的路途上，我跟上帝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跟上帝说，在考试的人当中有很多很强的劲敌，甚至有一个学姐是我的大学姐，我们系上的大学姐，她已经在读博班了，她在这个领域上教了很久的时间。但是这一次的考试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考试，是上帝你要替我考试。然后我就这样做了这样的祷告，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不管你要带我去哪里，就是我愿意跟随住你的心意。好，那我就做了这样的祷告，这样，然后当然就是上帝就为我开路。好我不是要说就是我愿意将我的时间，或是我将我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要为我开这个门不然我早就第1年的时候我就做这样的祷告，上帝就让我考上就好了。对，的确后来上帝就让我考上了就是高雄的学校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是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恩典。好，圣经在启示录3章20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口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就会进到他那里，并且与他与我将要一同吃宴席。以前我都会觉得说，主啊，对啊，就是你只要敲门，我就会去开那个门，而且我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你。但是实际在生活中间，当上帝叩门的时候，我要将我自己可以掌握的东西交托给主的时候，原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容易。好，那其实在生活中间有一些我们紧握的东西，不是像我可能可以掌握的是时间，有人可能掌握的是金钱，或者是一段关系。好，但是当我愿意交出来让上帝掌权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或者是需要付上一些你可能原本没有经历到或是无法掌控的这样子的东西。好，那我想这个功课就是这一次，虽然我选择了让上帝来掌管我的这个时间，或是来掌管我的道路，但是其实下一次我要面对的时候，我不敢跟大家保证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的就是坦然，或者是这么放心的交托给神。我相信对大家来讲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就的确我在考试的中间有很多经历恩典的故事，就有机会可以再说给大家听，因为真的是太
神奇了，我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讲完。但是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软弱的心肠，能够走在门徒的这一条道路上，然后跟随他的脚步。对，那接下来呢，敬拜团跟我会有一首歌，然后大家可以看字幕，然后坐着聆听，就是在当时候我在考试时的帮助。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一起唱，就是大家可以坐着，就看着投影字幕就可以了。这首歌叫做《当我抬头仰望》。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了人生路。当仰望你手照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到你怀里，我的灵却越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我放下自己，垂到你怀里，我的灵却越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不再悲伤，不再彷徨，你的爱拥抱我，遮盖了一切。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
造的天。谢谢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赐你永固，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追到你怀里，我让你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世上所有的都无法将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如果你还在考虑你要不要更深的经历耶稣这一份爱的话，我借用这边的一个文章来让我们再去想一想。这个题目是：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可以随己意描绘自己的人生蓝图，我可以少一些忍让，多一些收获，我可以无拘无束的去追求世间的爱情，我可以用所有的时间为自己的目标去奋斗，我可以全身全心投入在世界追求那个荣华富贵，我可以不必为心中的那个责备低头去认罪，我可以不必为世上的灵魂牵挂忧心，我可以有种种为自己的打算跟规划，我可以一直沉浸在那个哀愁的包围当中。我可以，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便没有了永恒的保障，我便找不到人生真正的那个价值和意义，我便会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便会如烟逝去，不留一丝的痕迹。我的爱情可能便会沾染了这世界的那个污浊，我追求就会变成虚无，我的一生人会活在欲望的牢笼当中，我便找不到我人生终极意义的那个归属，我仍不知道如何跟人无争。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仍碌碌于功名利禄，我的人生规划终会变成虚空一场，死亡仍然临近我，我却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仍然会倔强地说没有神，我无法确信自己能约束在道德跟法律之下，也许我早已经荒废了我的学业，也许我早已经步入了那个犯罪的深渊，我永远都无法明白基督伟大的救赎，我永远不会承认原来我自己本来是一个罪人。学习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邀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一首诗歌去回应我要顺服。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
抱。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我属，你不负一托。是耶稣我所有。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至宝，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美好、最美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耶稣呢？让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跟上帝有祷告的一段的时间。你去回想，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呢？是什么让你决定相信他呢？让我们为此献上一个感谢的祷告。上我们的眼睛，弟兄姐妹，无论你过去跟主的经历是如何，今天耶稣对你说：你若要跟从我，你就应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从前或许不知道，原来跟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今天耶稣再一次呼召你，你若要跟从他，你就当做一个决定，你要舍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你愿意再一次在主的面前这样去回应他？你说我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听到了，我也邀请你再一次可以向我们的主举起你的手，对他说：我愿意，我愿意再一次这样去回应你。看到，感谢主，可以放下你的手。或许你已经，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很久了，上教会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每周来到这里，因为这是一个爱的群体，你已经习惯每个主日来跟随耶稣。但今天耶稣要跟你说的是，你不单单每周一个在主日里面去跟随他，你是要天天跟随他。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去回应这位这样爱你的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再次邀请你，可以再举起你的手，你去回应上帝说：主啊，我愿意不单单是在主日的里面我去全心的跟随你，我是愿意
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的学校里面，在我的工作的场景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要这样天天的跟随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向上帝去回应你这样的在他面前的那个献上。感谢主，大家可以把你的手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使那个十字架的路是多么的难走，你仍然愿意顺服，为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你为爱我们成就了上帝在你身上的那个心意，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回应你的爱。我们刚才在你面前举起的这些的手，主啊，你都悦纳，你都看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天天跟随你，学习你的样式，做你的门徒，在这个世上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同心祷告，是奉耶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中心，世界万物都丢弃当作粪土，为了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中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为了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中心，一生活出你不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天赋。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所有的全。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跟随快跑。阿们，大家请坐。那现在我们请预备心来奉献。
那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那我们请依然站立，并来唱颂荣圣诗390首。唱完，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会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伫地，互恁出入平安，逐项好势。愿主祝福大家到世的健全好势，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请大家坐，也希望恁食了，大家拢真好势，谢谢。那我们现在来简短的消息报告。那首先介绍，今天有3位新朋友。那第一位是陈丰美女士，她是大同教会的。那第二位是卢美惠女士，她是明贞姐的朋友。那第3位是等一下要为我们夫妇团契要主理的林玉珍传道。那我们在这边欢迎他。那等一下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和他们一起沟通交流。那消息报告第一点，今天是青年主日，那也感谢邀请年轻人一起在这边礼拜一起服侍，那分享事工的意向。那愿上帝赐福他们也能够一起带领教会，那一起探索和实践信仰。那也能够大家也希望可以陪伴这些年轻人和耶稣基督同行。那再来，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也是五旬节。那中会，并且是中会宣教基金奉献主日，那请大家关心。那再来。等一下，就夫妇团契会有邀请林玉珍传道见证分享，那有兴趣的会友可以一起参加。那下礼拜有要召开定期的长执会，那也请预备。那最后我们请叶长老为我们讲解今天小组分享的概要。今日也这平安。
咱艺术帖读完啊，吼，即马要读迄个诗篇嘛，吼，啊，诗篇内底总共150篇，分成5卷啦，哦，分成5卷。有人讲迄是5卷刚好对应迄个古约迄个摩西五经。啊，诗篇其实比较希望就是说，每一个人哦都可以把它抄一次啦，啊，诗篇你如果说把它抄一次，箴言也抄一次，然后在约翰福音抄一次的时候，就把神的话语常常记在我们的心中。啊，今天这个虽然传道在讲迄个成为门徒，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门徒啦。哦，啊后摆哦，咱希望讲有新的会友来，咱莫讲啊，你要问啥物，你去问牧师啦；你啥物要问啥物，你问长老，唔免啦，都是问你啦。哦，就是你自己要负责跟他讲，因为咱有人检测你信耶稣信50年啊，信60年，你是不是圣经上无嘛读过一遍嘛？哦，还是讲你基本的你嘛爱知嘛？哦啊，这样的时候，大概这些懂了以后，你就可以基本道理知道以后，你就会跟人家分享。哦啊，诗篇其实特别讲的哈，诗篇它总共150篇里面，其实这是整部的诗篇里面是只有人在对神祈求、祷告跟赞美。啊，人在对上帝讲话，其他的所有的圣经都是人有跟神在讲话启示，唯有诗篇全部都是人在向神讲的。啊，诗篇的作者有什么人？诗篇的作者有大卫大部分啦。哦，摩西嘛有写一篇嘛，90篇，就是第4卷会拄啊开始啦吼。摩西写一篇，啊，还有迄亚萨，就是迄个可拉的后裔啦。可拉的后裔，啊，咱知影可拉的后裔吼，可拉就是出来埃及的时，可拉吼，因为一直抱怨啦，抱怨说怎么摩西啊，怎么都是你家啦，拢恁厝的人在为着上帝，哦，都是神都就告诉你们，亚伦也是你们家的，摩西也是，米利安也是。啊，为什么只有你家？因为抱怨的时候，神说让地裂开，然后把那些可拉人就全部陷在那个里面，然后地再合起来了。哦，而且可拉是专门的圣殿的负责的迄个唱歌啊，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诗歌。啊，里面其实有很多了哈，很多。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每一个人他的祈求，我们看到大卫其实第3篇里面大卫就什么，他的儿子要杀他。押沙龙，因为押沙龙想要当国王啊，哦，所以就追杀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求助的诗。第3篇就是这样。我们读的时候，第1篇就是义人跟恶人，哦，义人的时候讲万事亨通啦，第一讲万事拢亨通，啊，你就要怎么样？拢每日三思上帝的话啦，每日三思，啊，伊会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啦。啊，若歹人伊讲亲像粗糠啦，互风吹散。伫审判的日，伊嘛徛袂牢啦。歹人伫义人的中间嘛是安尼，所以就是把义人跟恶人把它分开。啊，最后150篇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就是全部都在赞美，都在赞美。啊，诗篇里面有5卷的时候，每一卷的最后都是在赞美神。每一卷的最后一句啦，最后一句几乎都是在赞美神，每一卷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诗篇，我们知道我们每天也一样赞美神。啊，过来咱一直在推广迄个读经，还是讲来抄圣经啦。后边咱知影抄圣经已经存无几，剩下没有几卷啦。哦，剩下新约只有剩下马可、路加福音这3卷。啊，旧约好像也没有剩下几卷。哦，有人会讲，检测你抄了是不是做慢的啦？你如果抄了，尤其那退休的人你若抄了一困你就抄完了啦。你会欲罢不能啦，一天大概8个小时都在抄啦。哦，像我来讲要等于抄，伊一天就抄完啦。抄完了，所以是抄3篇啦，3卷。啊，小丁的话已经抄了2卷了。但你起书他1个礼拜那么不知道几天他就把它抄完了。啊，所以其实你抄起来的时候，这是神的话语。啊，如果要读的时候这本咱的迄个有这本台语圣经伊后边有写了有一个地方，它就是专门就是把一年怎么样读经啊，一天读几篇，一篇读几篇。这个你就按照这样读的时候，一年就可以把它读一次了。哦，咱凤珠节嘛是安尼，伊拢去参加因迄个本来迄个礼拜堂的，他就每一年都要读经一次，每一年读经一次。啊，其实我们每一年这样读的时候，人也在甲伊问如彼得所讲的你盼望的缘由你就常常准备便便啦。
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分享，就是你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来跟人家分享这一些了哈。当然，问你盼望的源流啊，你就可以这样哈，印象哈。那谢谢叶长老的分享。那今天的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在默祷之后彼此问安。上面三角来交配吼，上面咱来准备分组。迄个上帝话语真水吼，尤其是诗篇是人讲圣经中的圣经。